科技圈突然爆出大新聞，美國政府竟然親自出手，緊急下令全面封殺 Anthropic 剛剛發布的最強 AI 模型 Claude Fable 5。這款號稱能顛覆行業的頂級晶片級大模型，上線才短短幾天就被迫全面下架。大家可能會問，為什麼政府這麼害怕它呢？因為這款模型實在太強大、太危險了。在安全測試中，官方發現它具備極其恐怖的自動化網絡、黑客攻擊與滲透能力。白宮擔心這股力量一旦失控，將直接癱瘓全球的金融與安全防線。而 Anthropic 官方對此強烈抗議，認為政府的過度監管會扼殺科技創新。這場破天荒的禁令正式宣告了科技巨頭與國家權力之間的再控制權奪寶戰已經全面白熱化。你覺得政府該不該封殺這麼強大的 AI 呢？未來我們還能用上它嗎？關注我，帶你追蹤這場科技界最新、最勁爆的商業內幕。